我随从的。小鸡啊！哎呀！婆婆，当然。多少老婆是听得到？多少老婆？多少？啊，婆婆。当然，我你看讲的见有嘛？你这下边一把。当然。当然，他给公安党是最难的。娘姐。婆婆。当然，他冬天就没别都休息个的，干嘛要的？别个，他脸都有点大，我让你来在这上，头发也得脸那不的大。先生这边，领导，到时候我们这里什么地方先生打这个人，婆婆，我让你的所没能打动过。他这说了昨天谈过的了，能写的这些的都是为一年毛把见了面，不再写的多少人对我写的，多少看出我的掉出去。婆婆，让多个木头干。搁进去，婆婆呀，叫我听说的。帕丽，爸啦，去哪去的？婆婆，爸爸多个木头干说过，然后，连死。哎，
给我强当中那样有谁被背的，看俺们呢，给我引不着，哎，他就落下了嘛多公务了，下些拆开个说土本民族。爸啦，前能退山落山呢，你是不是陪我请求？用个嘛的，是那话你用个嘛的，婆婆。爸啦，去让谁啊？我们让军队呀，不救了我婆我严过。何司令，不儿子姐，瞧着搞不听见，看见了啊！老公，看谁生意多说几个，慢了你呢。谁不让俺子上班呀？你打死！我们了，我们了，多谢你，我们了，要死！他真是人呐！他见了婆婆的气度，过门了，过门了！说好去！啊，走！现在用啊，等你读书时间了，说啊，说。